报道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52集，256条。车头都要用怪手较省时省力，就是挖土时要用挖土机比较省时省力啊！咱有4字要选，咱第一字这字读做插还是插啊？第二读做车，第三字嘛是读做车，车站车头的车。第四字嘛是读做车，这是车本机的车哈。257条，理事长的职位伊拢pé-tiâu咧啊！毋知有啥物好空的？他把住理事长职位不放，不知有什么油水啊？下面咱有4字要来选，第一字读做把，第二读做爬，第三字这靶场这字读做嘛是读做爬，第四字读做背背开的背。258条，伊最近定定用手thuh ē-hâi，毋知咧想啥他最近经常用手搓撑着下巴，不知道在想什么下面有4字要选，咱第一字读做thok，第二读做thuh，还是thok thuh ē-hâi嘛thok-jî嘛拢是thok。第三字thuh头的thuh，第四字吐槽的吐259条，要读幼稚园进前，嘛会使先读thok-jî thok-jî好，咱下骹4字要来选，第一字读做thok拜托的托，第二读做thok thok-jî的thok，第三字读做thok喙齿的thok第四字thok，所以这4字拢念做thok，第四字thok是开拓的拓。260条，伊真𠢕共人变就是他很会誆人家好，咱即马来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读做变第二读做变第三字嘛是读做变变鹅的变第四字嘛是读做变但是第四字这字有几种读法比如讲辨识的辨佫有地变会变佫有迄落笨蛋就是扁担有没有笨蛋嘛会当读做扁担读做扁担好，感谢各位收听。